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0日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方面来到为雨水正高，伫台中有这学生要过车路时阵，所雨大水冲一个跋倒。另外，地标咧有石头落内底着车，这驾驶轻伤。今年 APEC 由美国主办，伫美国众议院呢，就人联署讲，呼吁这国务卿布林肯就要招蔡英文总统来参加会议。今早起有一个17岁少年人坐计程车去到新北市土城一间饭店，开枪乱弹了后，随坐车去派出所投案。气象局针对着台中到屏东，还有花东等11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即阵春雨来了，这个雨水是真紧，而且真猛，又搁真高。或这个北的水库水位有明显增加，不过油管有12个水库水位继续伫咧降。其中10分水库的欠水量只有9%，是全台湾上少的。方面来是民众就感觉气象局摆时早起，针对基隆北海花湘北苗栗中华等10个县市发布局部大雨，也是测光雨特报，尤其苗栗山区爱急风测光雨。新竹、苗栗还有在台中彰化这边呢，则是降雨最明显的地方。那目前呢，我们其实已经有发布到豪雨特报。那在苗栗县的这一带呢，有来到超过350毫米以上的这个雨量。各地落雷雨也传出有3个航班起雨雷公路，包括长荣航空香港到台北的2个航班，甲成府航空台北飞曼谷的航班，好加在旅客拢平安。飞行机检查了后也正常派飞。如果他刚好在机舱附近的话，其实乘客会听到砰的一声哈，那其实是不会有什么摇动有雷击的情况，或者是甚至本身这个有飞机本身有些电的情况产生的时候，都会利用这个静电的释放装置，把这样的能量释放出去。中部以北雨也惊人，也毋过欠水严重的台南区向顶地，早起只敢落小可雨。气象局表示，随着方面往南转动，中岛过了后，南部地区也会明显感受到落雨，像台南、七股甲玉井已经出现局部大雨。今天下半天，那如果说锋面逐渐往南移动，对中南部地区造成降雨的时候，我们也很期待它就是在近山区这一带水库集水区能够为这些地方补充一些水分。最强春雨带来澎湃雨量，和中部以北的水库明显减少。根据水利上新统计，到下昼3点为止，离月潭水库的投水量已经回补约6成。内溪潭德基水库也有入少，不过10分水库入少有限，投水量只有9%，是全台上低。气象局指出，拜五方面离开。落雨等雨，南部甲华东有缘有地渐阵雨，也是雷雨。拜六东北季风减弱，中南部出日头。后一波方面爱等到后礼拜2、2、5，也毋过落雨无像一摆强烈。记者综合报道。人讲一好配一摆，绝无2好来相排。虽然这方面来到为雨水是真高，不过也传出灾情。伫台中的丰工区大学生要过车路的时阵，说互这大水冲一个跋倒。另外，伫西屯，还有这个沙鹿龙井这个所在，也有车路淹水情形。另外，伫鹿港的这个所在呢，雨也是真大，天后宫甲老街拢淹水，这镇公所是赶紧调这抽水机来抽水。路面的水是真错流，要过车路的学生全咧跋倒，甚至还阁徛无啥会起来。台中市20早起落大水雨，台湾大道袂输变一条溪共款。丰工科大学校门口口的排水系统无法度消化这个雨水，学生要行路是真歹行，骑车嘛进无步，退无路，大家是拢害惨。被冲倒，我们赶快一个个去把人给救起来。因为瞬间的那个暴雨太大了，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排水系统没办法消化。当大路迄颗泥嘛，因为大水雨，甲大道山顶悬的山做伙冲落来，有民众徛无在，嘛差一点去互流去，赶紧退转去路边。土沙还阁冲入去当地便当店，店头是赶紧咧清理环境，暂时停止营业。5、6点以后，它从上面的那个水流下来了嘛，就冲进来，就冲进来啊！那冲进来就直接冲到后面来。包括沙鹿中山路、龙井的新人路，嘛拢出现淹水的灾情。和平区趟大雪山森林游乐区，雪山路29公里的所在，有石头落来，致使路袂通。警方甲石头扫走了后，目前依次单线双向通行。调伫遐的10外旅客已经小连续落山。市府提醒淹水受灾的民众，会当准备物件甲相片，提交公所申请补偿。文件、照片都准备好，那区公所就会根据他实际受灾的情况，给予适当的补偿。彰化嘛出现灾情，鹿港天后宫的天公路甲径道都浸伫水底，大殿内底庙方的人员嘛无用伫排水。
鹿港旧街迄颗泥仔水是淹到脚头有，车袂输驶伫个水底，还佫有过路人跋倒。民众讲，前到大毋捌看过淹水淹到遮尔食力，电工所嘛紧去调抽水机来处理。下大雨没有这么淹的这么严重，这次淹的比较严重。目前也加开到4台，甚至于在工会堂以及永强街部分也加开了移动式抽水技术。即届春雨到位，台中彰化拢有灾情，科华小可小套，阁面临淹水的情形。地方政府是全面戒备，现在民众的心情是感觉真无奈。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大水洪造成的灾情，伫新竹竹北中华路有一搭工地，这后壁的土是规个放落来冲入去社区，公所赶紧将2户的居民安排去大旅馆。即马县政府农业处也要查清楚，追究这业者责任。另外，地标的大湖要轿车或者落落来石头结着，加在这个驾驶只有轻伤命尔。那准入到山区里内面呢，这雨是愈来愈大，真大阵。南庄的东河川宣布20停班停课，泰安乡是全乡下晡停课。大片土石骨头，摩托甲风冲甲东倒西歪，经过前一暝大雨冲洗，新竹竹北中华路这个建筑工地的土布规个放落来，就像水崩山。边仔社区住户讲起前一暗事发迄当时，也是真惊吓。我们也有怀疑说，这样要是说大雨了，或是怎样很危险啊。没想到昨天真的发生的，很恐怖。竹北公所人员20透早就赶去现场围起封锁线警戒。新竹县府农业处初步判断，可能是1万年的大雨造成土壤含水量上悬，工地土石骨动造成灾害，除了紧急将2户住户撤离安置，也要追究业者责任。尽快把它的混凝土块马上清除，然后把土方往后推，已经涉及自身水土流失的刑事责任。那我们山坡地保育科会移送给地检署由检察官继续侦办。那伫苗栗的大湖也因为大雨出现崩塌，20早起6点左右，一台轿车经过苗62线1.6公里的复兴桥边仔，去互路就结着，车辆全毁，好在驾驶只有受到轻伤。南庄乡的东河村苗21线也发生大片崩塌，土石将内外道路砍掉，的无法度通行。沙石又下来，等于又增加道路的危险了，所以说不敢贸然的开放。东河村就表示，山区雨也在落，请村民尽量减少外出。暂准20停班停课1天。另外，苗栗的泰安乡也因为累积雨量惊人，几下的山区道路一直有落石。公所宣布20下昼全乡停课，已经调派机库赶紧抢通道路。记者综合报道。今年 APEC 是由美国来主办，美国有各个卫长机关联署，因写配合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有美国就要邀请台湾的总统蔡英文来参加 APEC 领袖会议。外交部长郭超是强调，会和相关的国家做上届会协商甲安排。那美中关系当然紧张，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美国和中国将可能因为台湾议题来起冲突。And you want to stop Xi Jinping from invading Taiwan? Put a gun in every Taiwanese household. Have them defend themselves. Let's see what Xi Jinping does then. 台海议题受国际关注，甚至加做美国总统参选人的政见之一。要台湾人有情来对抗习近平。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伫国会进行施政报告的时阵指出，新加坡严格奉行一中政策，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过台海情势紧张，而且各方一直拢有动作，产生误判还有意外风险长伫牙关。But the most dangerous flashpoint of all is Taiwan. Enduring enmity and bad relations between them will be very costly for both and will mean big trouble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外交部长吴钊燮对李显龙的讲法是表示尊重，嘛认为讲和台湾家庭有情是参选人个人的意见，无要做评论。美中的关系紧张 ，APEC 今年轮到美国主办，美国21个众议员最近联署写配合国务卿布林肯，呼吁美国应该邀请总统蔡英文参加 APEC 领袖会议。经济体的这个领袖的会议，那我们也会跟其他的国家来做最好的这个协商和最好的安排。吴钊燮无否认这个可能性，不过5月份就要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有外国媒体指出，台湾恐惊连续7年无法度参与。外交部表示，会拍拼到上尾。卫福部长谢水元嘛亲身带团去日内瓦，争取国际支持。记者综合报道。
德国的外交部长贝尔伯克结束访问中国行程了后，伊也表示，那甲中国看做是无一伙伴或者是竞争者，讲中国颠倒佫较亲像系统性对手，而且讲中国是愈来愈有攻击性。英国的外交大臣科维利也表示，无同意台海问题是中国内政，也反对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另外，美国众议院中国特别问题委员会也和华府帝国合作，因为做兵力推演，无忌中国侵犯台湾。拄啊结束访问中国行程的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伫议会上报告此行心得。伊讲，比起贸易盘甲竞争者，中国颠倒更较像系统性的对手，部分内容非常互人惊吓。虽然并无进一步的说明，也毋过警告德国无应该伤天真。Dass der Aspekt systemischer Rivale immer stärker zunimmt, und zwar nicht nur, weil China stärker nach außen offensiver, man kann auch sagen aggressiver auftritt, sondern vor allen Dingen nach innen repressiver. Falls Sie dazu Fragen haben, wir können viel dazu berichten. Es war wirklich zum Teil mehr als schockierend. 贝尔伯克伫访问中国期间，把公开表示反对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典型甲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的态度无同。刚受于欧洲的英国外交大臣科维里也伫接受卫报专访时表示，为根本上无同意台海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强调透过取得共识，而毋是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符合全球所有人的利益。科维里有继后礼拜发表重要演说，聚焦英国对中政策。So we're using this exercise to figure out what we can do in this Congress, even in divided government, to enhance deterrence, enhanc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tell Xi Jinping, today is not the day.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get this. 这个时阵，美国众议院中国特别问题委员会甲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合作，并推模拟中国侵犯台湾，以闭门方式举行，用大约2点钟对并推的结果甲拉高会后，无讲出直接答案，表示当协助失效的时，无人是赢家，就是爱找出弱点。与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斯纳姆斯也强调，美国希望避免冲突，组织侵略，用尽一切方法确保局势袂变甲安尼。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商务部强调会照规定，甲台湾进行这部一种界调查。不过，外界也伫咧关心，讲这敢是伫咧预告未来要甲 ECFA 停掉咧。行政院表示，相关单位拢会提早准备。陆委会表示，无一种界调查甲 ECFA 无直接的关系，而且 ECFA 停起来会造成双方损失和破坏两岸关系。有学者认为，讲这国内产业拢伫咧转型，那甲 ECFA 停起来对台湾只是短期影响尔。就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进行贸易壁垒调查，目前我们正在按照相关规定开展调查工作。中国对台湾展开2455项产品进口贸易壁垒调查，外界关注这敢会冲击两岸的 ECFA 加速结束协议的报头。行政院甲陆委会强调讲，政府会有所准备。尤其陆委会主委邱泰山19甲中国话讲，结束 ECFA 会造成双方的损失，破坏两岸的关系。如果终止 ECFA， 对两岸都不好。目前在 WTO 的架构底下，做贸易调查，那我们行政院经贸办公室、农委会、经济部都会做好准备。这个案子我们跟主管机关的了解是跟 ECFA 没有直接的关系哈。那两岸之间的贸易、投资等等，这个一向是互蒙其利。学者分析，贸易壁垒原底是要防止中国下价把产品销来台湾。不过台湾产业升级已经有明显进步，适度开放虽然会有冲击，不过嘛对产业的竞争有帮助。所以 ECFA 若结束，台湾短期内会有冲击，不过长期来讲无一定无好。如果 ECFA 终止哈，对台湾可能是一个短空长多的格局啦。发展更有优势的最终产品，都是集中在这种很容易面对竞争的中上游产业。如果中断的话，短期当然就会有冲击，但是长期对台湾的产业健康来讲，这不见得是个不好的事情。学者表示 ，ECFA 促进产业的资源集中在4大产业：石化、纺织、机械、甲汽车。主要原因是有免关税会当降低成本，不过对台湾的经济结构无一定健康。还有传统产业会当开始规划可能的变数，往智慧物联网、AIoT、甲资安等等软体领域来行。记者综合报道。
伫新北市淡水一间公务处昨暗11点多发生火灾，一口罩8个人掉伫内面。落尾虽然有救出来送病院急救，不过也是有4个人死亡，上细汉只有4岁尔。目前初步认定应该是客厅的生命岛导火。接到救灾通报，消防人员一随出动，就伫无偌远的所在，看到规片拢乌烟。讲徛在火烧厝，消防车一台到现场，报水所拍火。这火很大呢，那个火烧起来那个通，我们就那边3楼看过去后，火好大。赶快来这边的啦！就心里就很胆，因为火烧真的很要紧。听到歹消息了后，死者的家属是无法度接受。代志发生伫新北市淡水这间公寓的3楼，19暗时11点外，忽然间开始火烧厝，一家伙8个人受困。虽然火势真紧的控制，但是人防救出来的时阵，已经有4个人无呼吸心跳。经过送病院抢救，落尾拢不治，上细汉的敢若4岁尔。我住在客厅，那因为民众都躲在卧室以及后方的阳台层，那因为这个客厅的火势剧烈，所以民众不及逃生。等来到事发的地点，现场已经为封锁线，厝内看起来就是有互火烧过，真侪所在拢烧甲臭火大，而且厝内隔间大多数拢查做的，火势是燃烧甲真紧。消防初步判断起火点，疑似是我大门客厅的生命岛。嘛是因为安尼查到规家火啊逃生的路线，但详细原因阁要等进一步的调查厘清，以及综合报道。今早起有一个17岁少年家坐计程车去到新北市土城一间饭店，就对伊的盘仔内面摕出一支改造过枪，对这饭店的铁门呢开枪乱弹了后，人就坐计程车离开，随去派出所答案。另外，邦桥昨夜发生这未成年枪手开枪甲人弹的案件，警方是唔敢大意，已经成立专案小组，也等咧追查感受误导纠纷。为客人车落车，随即为牌仔提出一支改造冲锋枪，向饭店的铁门一直扫一个枪击阿爸拍无到，讲话另外一个，现场响起枪声。这名未成年枪手犯案了后，随坐客人车离开，随后向邦桥警分局投案。规个犯案过程都伫光头白日车来去的大路，经过车辆行甲惊险，附近的居民也心惊惊。我当作发声出来看，拄啊换第2个弹夹伫遐开啊。我们就停在那里而已啊，就被波及到啊，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啊。警方接报了后，随赶往现场采证，饭店铁门拢是枪支孔，停伫电话卡的机车也受采用，拢总采集51个枪支孔。附近居民表示，这间饭店10公前也捌放开枪示警。那犯案的少年向警方讲，因为甲饭店有私人纠纷，才会举枪催收。警方对伊讲法持保留态度。警方对于想要透过少年来免除刑责的，我们绝对彻查到底，绝不宽待。当铺来讲，其实他就是一般的当铺业者，但是针对如果他还有涉及帮派部分，我们绝对积极查办。因为19号发生一件未成年枪手，甲监管的先伫台北中山区开枪，搁到邦桥开枪催收了后投案的案件，对连续发生未成年枪手犯案，警方唔敢大意，绝对无法容许如此嚣张的行径。今天晚上，警方就会针对帮派经常出入的处所，举办全市的扩大临检。警方已经成立专案小组，查明敢是甲帮派纠纷，从帮派内无共东口的恶斗，找未成年帮众开枪催收的可能，搁调查可能的幕后主宰者。因为新北市长侯友宜出访新加坡的时，连续发生重大刑案，侯友宜也原样指示警方20暗针对帮派活动的驻点扩大临检甲扫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的车路顶头，有民众翕到一个查甫人，伊驶一台小型的赛车，有人叫做卡丁车，也有人叫做高卡车的一种车，伊后壁佫载一个囡仔，引起民众议论。这个查甫人是讲，伊是咧带囡仔骗囡仔，再用高卡车载这个囡仔去街路乱踅。不过警方表示讲，这种车是袂当驶出去的，也要来解开罚单。街路一个查甫人骑人叫做卡道的卡丁车咧过路，车尾佫挂一个细台车载一个查甫囡仔，画面互翕落来引起讨论。大家也是关心啊，平常路上的视线没有这么低，这样很危险，尤其后面还载了一个小孩子。伤低啊，所以都要做注意的。这小朋友出来都是小道走啊。
觉得这样还好，对不对？我不觉得有什么，只是说如果真的以法令来讲，那是不可以的。这卡丁车出现的地点是伫个台南的嘉里，有人烦恼讲这种车的底盘伤低，其他的驾驶看无有安全的疑虑。但驶这台卡道的查甫人是发文澄清讲，驶过程拢尽量换边啊，速度是保持伫个10公里到18公里。嘛讲因兜附近除了下课的时间，其他的时间车拢无介济。伊讲车若要正滑倒滑，拢有用手势来提醒。其他的驾驶嘛是确认安全才滑的。货车拖拉旧驶过嘛会停落来，也是等对方先过。但照规定，卡丁车袂当驶伫街仔路。因非属汽车、动力机械、动力运动休闲器材及其他相类之动力器具，仅能于非属道路范围使用。警方的联络车主依法上悬是罚3600，嘛强调违规上路，除了会当甲罚，阁会当禁止伊驶车是使用，且民众莫挑战法律。记者综合报道。所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伫个阿拉伯半岛的一个也门，19暗时伫个开斋节进前呢，有一个慈善组织伫首都一间学校被发现款甲爱心物资，说是有真济民众3钱要来摕，说变做是人打死人意外，上报有85个人死亡，322人受伤。人甲人贴做伙，不管外口的人安怎救，就是无法度甲贴做伙民众救出来。只是无就亲像韩国梨泰院发生烧 A 烧杀的事故。阿拉伯半岛上南边的国家也门内战无停过。2019年，由反抗军青年运动掌控首都沙那这一地区。19暗时是开斋节的前一暗，当地商人决定伫沙那一间学校发放爱心物资，加一个人差不多9块美金，等于台票275块的善款，吸引真济民众前来学校抢领。上背后，真做严重的人打人悲剧，死伤超过400人。نحن نعيش مأساة كبيرة، جزء كبير من مواطنينا استشهدوا في مساء هذه الليلة نتيجة لهذا التدافع。有现场的人表示，事发进前要领善款的民众，只会当小客伫去学校后门下拄的行路等待。伫大门拍开的时阵，民众就要挤入去下拄的楼梯去发放善款的空地。也毋过场面失控又过乱，现场的青年运动成员就对天顶开枪，想要控制群众。也毋过甚至技术断掉电火线发生爆炸，造成民众惊吓乱走，包括真济妇女甲儿童在内的人想要逃走，就开始烧 A 烧杀。也门内战是暂时全球上严重的人道危机之一。北当国的内战已经造成超过15万人死亡，其中有军人、嘛有平民。根据联合国统计，超过2100万人，差不多也门总人口的2/3，着急需要保护甲援助。暂时发起这个活动的2名生理人已经获当局拘留进行调查。前联军政府表示，会向事故内底失去亲人的家庭发放差不多2000美金的赔偿费用，受伤的人会当摕到差不多400美金的赔偿。也毋过考量到青年运动政府的财政状况，又搁欠赔偿的细节，加上青年运动过去真济届承诺跳票，这项补偿的承诺是毋是会当真正实施，互大家真怀疑。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前莫斯科机关也是反对电影领袖亚辛，伊利用毒杀来形容这罗西亚军队伫乌克兰爆出定的恶行。落尾，这个罗西亚政府是用乱团战争的假消息，这款的名义来甲这个亚辛呢掠入去关，伊是真不服，向法院提出上诉。法院伫19号有关依其本地判决。亚辛今年39岁，是罗西亚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真亲的朋友。伊伫外国虽然无像纳瓦尼遐尔出名，不过伫国内算是真有名、克里姆林宫的反对者。去年4月份，乌克兰布查镇惨案发生了后，伊伫 YouTube 发表一段20分钟的演说，伊以毒杀形容罗西亚军方伫乌克兰布查镇的作为。结果伫12月份，去互当局以散布罗西亚乌克兰战争假消息的罪名逮捕入狱。19这天，亚辛伫法庭作出判决进前，伊讲因为一段20分钟的影片，就互判8年半的徒刑。对伊来讲，会当讲是不可思议。伫感觉内底，伊看到杀人犯、性侵犯、共抢劫的犯人，每一个人的刑期拢比伊较轻。伊还佫讲，伊已经意识到，便若重新得到自由了后，伊会是遐个共7尻川的其中一个人。也若法院最后的判决，嘛甲外界所料的同款，依其原本的判决。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шнего решения, оно абсолютно ожидаемо, предсказуемо. Скажу так, он выглядит гораздо лучше, чем присутствующие судебные чиновники. Гораздо лучше. Настроение у него гораздо лучше. Знаете почему?
Потому что, как он правильно говорит, правда за ним. Он уверен в своей правде. Но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так. 一个异议人士叫做卡拉姆扎，今年41岁，伊发表杀人犯政权、增加罗西亚言论6条例，而且谴责罗西亚军方轰炸乌克兰百姓的行为，而且伊这个月15去予罗西亚法院以叛国甲故意散布不实信息等等的罪名，共同判25年。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国防部2012年成立不明飞行物体的专职调查单位 AARO， 在到美国参议院听证会进行报告时阵呢，因就把这个无人机所吸到的不明微明物体这个影片放出来，就一篇由这 AARO 和哈佛大学合作的论文，因就提出假设，无排除这挂飞行物就是外星人无人所发出来的这个探测器。外星人敢会派太空船舰来地球探勘，这想法伫真侪小说和影视作品的创意发挥，已经加入真侪人的宇宙观，相信外星生物毋是想象尔。美国国防部伫2020年成立全领域异常现象解析办公室，专职调查对美国军事地点和设施产生潜在威胁的不明现象，范围包括太空、大气站和陆地。俗称 UFO 的不明飞行物体嘛在内。讲目前的通报案件超过650件，需要列入优先处理的有一半较低。19伫参议院听证会报告，公布一段军方无人机 MQ9翕到的不明飞行物影片。伫中东翕到的是一粒小球体，无人机持续在咧后壁哪飞哪翕。讲目前无法度证实这个球体是甚物物件。南亚翕到的影片。乌点亲像双荧客机，这段会当看到一个飞行乌点，放大了乌点的外形略较轻淡薄。伊伫见后前移甩的速度因为放大来变紧，尻川后佫拖一条尾绳。这个飞行体到底是甚物？现阶段也是无法度确认。19世纪就流传民众看到 UFO， 后来有记录的 UFO 事件，较侪是美国军方飞行员看到的，上少有120件。2021年，美国国防部对于国会报告说明这款不明飞行物影片。3月初7，耶鲁和哈佛大学合作的一篇论文草稿提出大胆假设，讲这不明飞行体可能是外星生物武干派来探测飞行器，要来探勘地球。过去官方对 UFO 真低调，这摆公开用论文发表不明飞行物的假设理论，引起外界讨论。公司新闻张秀芬编译。2024总统大选，大家拢想要拼出头，那赢上城市相关的新北市长侯友宜，伊是带团访问新加坡，有讲到两岸论述。那讲互相理解，台海就会当稳定。那讲到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是当来美国访问，也呼吁中国唔通搁再坚持9二共识。另外，有南亚立委指出讲，副总统赖清德可能伫8月参加友邦巴拉圭新任总统的就职典礼时阵，过境美国，替伊要选总统的代志来做宣传。参观历史永续建筑进行市政国际交流，新北市长侯友宜带团出访新加坡，外界也关注此行的政治意涵。毕竟1993年4月。头一摆国王会谈就伫新加坡举办，对两岸关系有重要意义。台海的稳定，就是彼此之间要非常的理解对方的想法，大家彼此之间要能够善待跟尊严的平等对待对方，用这样的方式，我相信两岸就可以一起往前走。侯友宜单出第三高度的两岸论述，不过新加坡参访无公开行程真保密，只强调正是有甲公司部门交流，毋望大声联手面对内政甲外部挑战。那副总统赖清德接见青少年志工奖得主，肯定得奖者斗志公益。面对大选加分，赖清德传出可能8月就要参加巴拉圭总统就职典礼，过境美国为参选拍知名度。在你们的课余，花那么多的时间，那么样的精力投入这个公益的事情，感谢你们，向你们致敬。不过外交部表示，参加巴拉圭总统就职典礼人选目前也在规划。那当来访问美国的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比当时间19再度拜会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总部，正是有白宫国安会官员出席。这个只是跟美国高层
谈一谈的，基于双方大家都答应要保密嘛，是这样的。我们大家谈一谈这个台湾的这个国防啦，还有这个两岸关系，当然大家很关心嘛。国文大展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演讲，回复学生提问时，针对两岸论述发表全开，呼吁中国唔通阁坚持向污名化的九二共识。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台北市立委第2选区有台北市议员王世坚，想要伫咧初选的时阵挑战现任立委何志伟。今仔日民调结果出来啊，王世坚以41.97%赢过何志伟的39.7%。王世坚也表示讲有淡薄意外，也讲这是即阵开始会主动联络何志伟。那何志伟是表示讲会尽全力来支持民进党所提名的候选人。台北市立委第2选区树林大东区，红看作是民进党初选战况上激烈的选区。台北市议员王世坚是挑战现任的立委何志伟。20民调的结果出来，王世坚是以41.97%险险啊赢何志伟的39.7%。民进党立委高嘉瑜传讯息甲恭喜，而到伊是斩妖除魔正港的查甫人。王世坚讲这是正义拍败邪恶。我会跟何委员好好沟通说，这个。男子汉大丈夫嘛，一笑泯恩仇，自家的擂台，大家比划就好。不是说上了擂台就非得签下生死状，一定要有一个被打死。要恭喜王世坚胜选。那当然，我们的下一步我们一定要努力的为我们民进党下一届的总统赖清德总统全力的团结，一起打拼。必须的空嘴后一步安怎补？王世坚讲会主动去联络何志伟，希望两个人悄悄的把过去放袂记。但是何志伟连任的路红灯其实强要靠出来，伊强调要脱党来参选，绝对会支持王世坚。台北市立委第5选区伫个无党籍的立委林昌佐放弃连任了后，哪里还未公布人选，媒体人吴美人20就宣布讲用无党籍的身份，讲是万中选一党出来选。我不是总批发，也不是总代理，所以每一个政党的理念，我认同的是它单一的议题，请不要把我包裹式的丢到一个人的身上。和我甲想的无同，吴美人出来选，并无代表民众党。访问到党主席郭文铁，敢有邀请伊入党？吴美人强调讲，伊认同的是议题，毋是政党。记者综合报道。住伫台湾的作家贝岭，伊伫咧面节顶头发文讲，这八旗文化总编辑傅策3月初去中国探亲了后，伫上海互警方掠走。伊认为讲，真有可能是傅策出版中国禁册，毋过过无一天就甲面册文章抬掉。伊也解释讲，傅策厝内面的人甲出版社，拢是希望点点啊处理。陆委会表示尊重家属想法，也表示讲人目前是平安的。红色的册皮印红色的大字，这本册号做《红色渗透》，中国媒体伫全球扩张的真相。这本册是北旗文化伫2019年出版的。另外一本想要破解邓小平甲蒋经国成为伪装的解决者，嘛是北旗文化的册。为中国来台湾的作家贝岭20铺文指出，本名李延浩的北旗文化总编辑傅策3月份去中国探亲了后，伫上海去互中国警方秘密逮捕，卖当讲是无公开拘留。到达也无公开的消息。他是一位资深的文化人，他出了很多中国不能出版的好书，甚至可以说是中国非常不喜欢的书。那么这一切是构成他在中国这些麻烦的，我能想象得出来的原因。贝岭讲，伊甲傅策拢是为中国来的。20年前，捌去互警方以非法出版的罪嫌互掠去关，呼吁文化界的关注来到救人。打电话去互北旗文化出版社，总机人员讲。社员拢伫咧开会，无法度接电话。因陆委会副主委詹志宏伫咧例行的记者会，几下强调讲，尊重家属的意愿，无方便对外说明。毋过证实人有平安。详细的情况呢，我们要充分的尊重家属的意见。目前不便对外详细的来说明，我们还是尊重家属，人是平安的。陆委会表示，深头记度甲家属保持密切联络，提供关怀甲协助。因若傅策伊的人面册，从3月12就停止更新。上尾一届回复人的留话是伫6礼拜进前，表示伊人伫咧嘉国关。因若作家贝岭嘛伫下晡甲原本的铺文摕落来。伊讲家属甲出版社希望先较秘手咧，伊还阁伫咧找找一切会当私底下，互伊早日得到自由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
5月就要报税啊！今年新报所得税，包括扣税、给付基本生活费等等拢有关，民众会当减纳一寡税金。独身的人一年赚433000块以下，也有这爸母赚2千2个囡仔，一年赚127万以下，拢会当免纳税金。另外，考虑到疫情渐渐稳定，报税时间是对5月初1到31，无要甲延长时间。那最因为疫情牵连到这经济有困难者，会当分期纳税金。国内物价直直起，2022年平均物价指数比2017年起4.17%。达到调整免税额法定标准，民众后个月报税，每一免税扣除额按88000调悬到92000，70岁以上调悬到13万8，标准扣除额单身调到12.4万，有翁有某的是24.8万，薪资所得、薪薪障碍特别扣除额调悬到20.7万。单身年所得42.3万以下，双薪2个囝，一家4口年所得127万以下，拢免纳税。都要缴啊，也是不小补啊。当然是很好，就是少一点开支嘛。单身上班族年薪42.3万到98.3万之间，用上加税率5%来算，会当省750块，上最省到6000块。双薪4口家庭综合所得净额30.2万，照5%税率比前一年减3万块，会当省到1500块。如果在单身的话，如果是列级扣除额的金额呢，超过了124000块钱；如果有配偶的话，是超过24万8000的话，采用列级扣除额是比较划得来的。善用你的所谓的特别的扣除额，包括身心障碍、长照等等，总共有7大类哈。我想这7大类的特别扣除额，民众可以善用它，可以达到节税的效果。今年手机报税搁进一步，增加现金纳税、甲申请延期还是分期纳税2项功能。画面上就会增加这个2个按钮，会出现缴版书电子档的按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缴纳单的编号。今年5月中所税申报恢复正常，按5月初1到5月30日截止，未过延长到6月底。若是民众受疫情影响，也是经济弱势者，因为客观事实发生债务困难，申请延期也是分期纳税。延期上最延1年，分期上久会当到3年。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今下晡举行线顶法人说明会，公布第一季营收是美金167.2亿，顺利达成本地预测目标。也那总裁魏德嘉也头一届对外说明高雄设厂的计划有调整，不过不是所谓是甲本地规划做28奈米，调整做先进制程。台积电20下昼举行线顶发说，公布今年第一季合并营收是新台币5086.3亿，每个盈余新台币7.98，规减18.7%，年增3.6%。尤其各界关注高雄厂设厂进度，总裁魏德嘉也做说明。In Kaohsiung, our fab construction continues, but we have adjusted our previous 28 nanometer expansion plan to now focus on capacity expansion for more advanced nodes, and we will remain flexible going forward. 魏德嘉表示，会继续伫高雄建厂，不过制程技术会由原先规划28奈米调整做先进制程，紧留台湾的艺术真高，关系海外生产基点规划。伊表示，日本厂会按照规划伫2024年量产，欧洲建厂是聚焦伫车用技术。另外，美国亚利桑那州厂已进度伫2024年量产4奈米制程，不过近期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台积电当向美国政府寻求150亿美金建厂补贴，反对像本地顺附加条件，外界关注因安怎伫商业利益甲政治取得平衡。We are currently in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and therefore we're not able to comment on specific details. However, we are in close and constant communication with the U.S. government. 美国应该不会以完全的政治凌驾于商业跟专业之上，因为现在整个美国的半导体的产业链，整个的生态系其实缺口非常多，
需要靠台积呢一路把这些缺口能慢慢补足。不过受到库存去化时间比预期长，台积电有测就半年美金营收会跌大约10%，今年跌大约1%至6%。不过油源会比产业平均好，第二季会是营运落地。那资本支出无调整，维持伫320至360亿美金。台积电估计油源徛稳500，将场收伫513块，小起3块。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人一年上班的时间，伫2021年是2000点钟，排伫咧全世界第4名。上班时间长干真正有效率的。前时阵英国有做一项研究，发现讲一礼拜休3天，这上班的效率颠倒更较好。对学者认为讲，咱的政府通找服务业来试办看卖，无定着少年人愿意去做服务业。某县市做20制度，头尾差不多10档。伊讲过去食人头路，上下班时间拢无法度家己控制，过去家己出来做。店面上班一定是10点钟上基本的，而且店面上班你没有跟公司的同事或说甚至柜台打好关系的话，那其实会影响你的排班。台湾人一年上班的总工时，伫2021是2000点钟，排全球第4名。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嘛提出职业灾害统计资料，讲对2013年到2022离国会以下少年人过劳的比例有升悬的趋势，尤其到去年离国会以下过劳比例占约6%，比英国较悬。有学者认为，可能甲经济工课也是规定责任制、扣长工时有关系。当责任制的工作增加的时候，那自然不是用一般的工时来计算，就是你工作要完成。年轻人在工作很容易就超时。前一阵仔，英国做一项研究，发现一礼拜休3天，上班的效率颠倒较好。即阵伫台湾的公共网络参与平台，嘛有人提案，希望台湾加做亚洲头一个一礼拜休3天的国家。目前吸引2000多人表示支持。它其实有不同的营运的状况，好，那劳工可能也有不同的需求。周休3日的这样子议题的，可以由劳资双方他们依照他们实际的需要来做一个协商。服务业的部分或许可以，服务业它是很多时候是用轮班的方式，它可能本来就有这种弹性存在。有学者认为，政府无的确会当找大欠工的服务业来试办，豆豆试做，无定着会互一寡少年人愿意去做服务业，一兼二顾。记者点入开台北采访报道。有环保团体指出，讲台湾大部分的集水区管理单位拢上过分散，造成管理无度齐全。因希望透过1摆的组织改造，由水利署出面来统合管理。20台湾各地头因为方便拢开始落雨，台湾地形处国下，安怎甲水资源留落来是学问。有立法委员20召开公听会，在场环保团体指出，台湾管理集水区的单位太过分散，会有无法度管理胶泉的问题。除了台北水源特定区，它是所有的土地也都是他们在管，那其他的中部、南部还有离岛东部都一样，水利署它只管蓄水的范围，就是等于那个库区。然后呢，其他的就是它的周边的土地是县市政府，然后山林呢就是水保局、环保局或者是水保局，大部分的权责是在县市政府，所以是由县市政府来做稽查的动作。那林务局是在国有林班地里面会来做巡查。那如果水库集水区是位于国家公园管的的区域内，那国家公园自己有警察队。根据水利署的资料，20载时，南部北河水库的水量剩16.7%左右，占本水库的部分剩无到1成。除了帮雨水解决靠旱，环团指出，若是早前就有统合管理集水区的专职单位，就较袂造成欠水。它就周边的集水区通通有管，有管的话，我跟你讲，这个山林不要去乱采的话，它事实上是保持这个水源的。山林你如果一直让它去开发或什么的，到时候这个水源就是留不住。环团表示，行政院伫2006年的水库集水区保育公约内底就有写，要有机关统合管理集水区。环团原本希望会使透过1摆行政院组织改造，和环保署统合管理，但是环保署的组改已经在立法院等待协商，因希望会使换水利署出面，因也当咧拜托各党团到支持。记者郭定水台北报道。
讲到这个蛤蟆呢，是台湾上界重要的水产之一。过去拢认为台湾的蛤蟆是野生，无就是饲的，而且源头是对日本来的。不过经过水试所的调查，佮再做 DNA 鉴定，发现台湾的蛤蟆是真真正正的台湾品种。大家拢知影，蛤蟆是国内真重要的经济水产。从较早以来，大家拢掠准讲，国内蛤蟆是伫日本时代所引进的日本蛤蟆，也就是中文所讲的利文格。但是水试所受委托去调查甲服育淡水河蛤蟆的时阵，所拢找无日本蛤蟆这个品种，所以因甲掠到的蛤蟆摕去做 DNA 鉴定，才知影咱的蛤蟆毋是日本蛤蟆，那呢伊的身世又阁是虾米呢？我们在大概花了2到3年的时间去爬梳他们的我们这个东南亚地区的以及亚洲地区的文革种类。我们从最早文献开始发现到现在，大概已经做了将近100年了。这个新发现完全和咱100年来的认知拢无共款，研究人员也正详细谨慎去比对蛤蟆的壳、花草、起槽等等去进行多变量的分析，才确定伊是新品种。伫咧淡水河发现这种新品种的蛤蟆了后，进行全台湾的扩大调查，确定这种蛤蟆伫咧台湾北中南也有东部拢有分布甲养殖，嘛改号名叫做台湾蛤蟆。这些全部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跟在淡水河采到的是同样一个物种，所以后来我们才决定说，因为这个以在地就是在台湾发现的，所以我们才命名它为台湾文革。新品种发表了后，搁开始当才通过审查，刊伫咧国际期刊。这个新发现嘛，修正咱1世纪以来的错误认知，嘛证明咱国内的蛤蟆是台湾的本土品种。研究人员也真欢喜。不过，伊嘛烦恼讲，宗教团体黑白放生蛤蟆，可能会互无共品种的蛤蟆和台湾在种的蛤蟆杂交，造成基因乱做一伙，安尼恐惊会破坏咱珍贵的台湾原生种。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政府甲嘉义大学为着要加强食农教育，毋但出版绘本，搁再结合着华语和英语的双语教学，希望互学生认捌在地食米、农业甲土地环境。只是问讲，这个双语为虾米内面无台语呢？特别是农业知识欠缺台语，这个问题值得咱来思考。学生囡仔当咧食中昼顿，在每一喙饭真正是食在地、食着时，完全符合食农教育的精神。嘉义市政府今年特别编经费，提供全市的各中小学有10天的中昼顿，接嘉义农试所副研究员吴永培博士，甲嘉义市农民共同培育的大农82毫米，让囡仔为食物来认识农业甲土地环境的重要性。嘛，甲嘉义大学合作设计食农教育的课程，出一本双语绘本，而食农教育嘛会当学英语。他可以去学习如何去组织这些所谓的食农的教育。如何跟英文去做一个可以跟对小朋友对话的一个能力？那对于小学端而言，当然它可以同时吸收到简单的食农、食安，还有简单的英语的知识。跟加大这边来合作，我们推出了一本家宝的田野大发现。在这一本绘本里面有非常多有关于食农教育的故事。那么我们透过这一本食农教育的书，里面有一些双语的合作的课程。食农教育法为去年通过了后，嘉义市的各中小学真侪学校拢用家己的菜园来规划相关的课程，即马配合双语绘本，用故事来介绍在地农产品，阁会当学英语。上重要的是，透过食饭，互学生知影家己在地种的好米。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湾伫每一届亚运跆拳道拢有摕到金牌，这届派出5个查甫，5个查某，其中东京奥运的铜牌罗嘉玲是重点提奖的选手。总教练也指出，讲选手已经惯习这新制度的比赛，新制度是看重主动攻击，这部分会搁再加强训练。旧历过年了后，少年选出国比赛耍训。罗嘉玲4月初返来到国训中心，但是3月美国公开赛，伊体重超过0.1公斤。过磅的时阵直接高头摸变作焦点。伊讲团队拢有检讨，有搁较注意。我们有去寻求可能更多的像营养师的帮助、营养师的协调，然后就是可以希望就是可以更好的去调配在我控制体重方面，然后可能不只是那方面，或是训练上也会去做，就是更加的注意。无比过亚运，但是伊摕到东俄的铜牌，加上这届亚运代表队是新生代为主，罗嘉玲是红当作指标的摕奖牌选手。伊上大的对手评估是目前世界排名第1的中国选手陆宗熙。
其实，在亚运之前也有很多赛事。那其实像5月的世锦赛，我们也一定会遇到那个对手。如果在后面遇到的话，那就是还是会去做引线深吸，然后可能在跟训练上的时候，就是请陪练员去做一些他的专长动作，我们去做模拟。总教练刘祖也表示讲，跆拳道的规则已经对总分制改做回合制，选手都已经适应。现在要求选手爱主动攻击。台湾的选手在领先的时阵，颠倒较保守，这些拢是爱改善的所在。在我们国家队里面比较头痛的一件事，就是我们选手的习惯性前脚还是太习惯了，那然后造成对方就是很容易去抓到我们的一个习惯性的漏洞。对，那但是我们在这方面也希望在这最近的比赛里面能够慢慢去改变。刘祖也指出讲，杭州亚运会派出男女各5个量级，总共是10个选手，目前有8个已经确定，但是男女拢各有1个量级。等世锦赛了后，才会确定敢会办明主赛，到时所有的名单才会正式拢出来。记者综合报道。伫尼泊尔有一个体育军人，伊的双脚缝切掉，本来是真实际，就被决定要振作起来，开始自我锻炼。后个月伊要挑战8圣无风，希望伊的行为对这世界有正面影响，鼓励一寡新疆者。Yeah, we can do whatever we want to do. It's just different way of doing the things. As long as we can adapt our life according to the time and situation. Yeah, we can do anything that we want. There's no limit. Sky is the limit. 尼泊尔一个43岁退伍的军人哈里，因为伫英国军队下底库尔克里服役。2010年，伊伫一场阿富汗任务当中，不幸去踏到爆炸的物件，尾手致使伊2只脚拢会锯掉。甲即马乐观正面的态度来比，其实伊过去嘛捌经过一段真悲观的日子，毋若食酒食真凶，甚至佫想要行底路。Apa खुट्टा गइसकेपछि सुरुमा त मलाई कस्तो लाग्यो भने मेरो जिन्दगी सकियो अब सायद म मेरो बाँकी जीवन व्हिलचेयरमा बसेर बिताउनु पर्छ होला सायद मलाई एकजना मान्छेले लुक आफ्टर गर्नुपर्छ होला रेस्ट अफ मेरो लाइफमा后来哈利发觉家己袂当阁遮尔费累，就开始探索失去双脚了后会当做啥物代志。伊从细汉就住伫喜马拉雅山的山脚，嘛真介意冒险，所以甲目标锁定珠穆朗玛峰。深头起，尼泊尔的法律以安全为理由，禁止新疆者去爬山。后来经过各界抗议了后，禁令总算是取消。哈利少年线成功爬起尼泊尔6476公尺的梅洛峰，还有4808公尺的阿尼比斯山脉上高峰白龙峰。后个月就要出发，完成伊上大的梦想。So I'm proud of it in that sense. तर अब चाहिँ मेरो सपना पुरा गर्न चाहिँ त्यो भनेको सगरमाथा छ एउटा सगरमाथा चाहिएर संसारमा एउटा पोजिटिभ इम्प्याक्ट पार्ने हो डिसेबिलिटीहरूलाई एउटा अवेरनेस डिसेबिलिटी अवेरनेस क्याम्पेन गरेर नट जस्ट डिसेबिलिटी बट 这个挑战若是成功，哈利会成做全球头一个双脚锯掉、成功爬起珠穆朗玛峰的新疆者。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0度到24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6度，天后金门马祖对18度到27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咱再会。